心想事成第25條法則：想像美夢成真的時刻。當你想像自己嘅願望達成之後，感覺到特別興奮，就可以斷定你已經將自己嘅願望交俾潛意識啦。當你放鬆身體去想像自己嘅願望，如果顯意識嘅形象能夠交俾潛意識，咁你嘅願望就一定會實現。但係我哋有咩辦法可以知道其中可唔可以真係順利而交呢？有一種比較確切嘅方法可以作為判斷嘅依據，咁就係當你描繪願望達成之後嘅情況，如果覺得特別興奮，就表示已經達成啦。呢種感覺有時只係得數秒，有時就持續一段比較長嘅時間。無論如何，擁有呢種感覺就表示潛意識已經接受咗你所描繪嘅影像。潛意識一旦接受事情，就會想盡辦法去實現。之後你只要安心等待就可以啦。我認識一位學生，一直希望到德國留學，佢唔清楚德國嘅國情，但係佢知道德國嘅代表河川萊茵河，因此我就教佢每日喺腦海中描繪自己企喺萊茵河畔嘅情景，而佢都依照我嘅吩咐每天想像。後來佢話俾我知，有一次佢突然間感覺到好凍，但當時係夏天，所以我同佢都唔太明白係咩回事。但係冇諗到春去冬來，佢嘅留學事情突然進行得好順利。10月尾嘅時候，佢就出發去德國啦。當佢去到杜塞道夫機場時，正好遇到一位日本商社嘅職員對佢講：我嚟接機，可是接嘅人臨時有事冇嚟。於是俾佢搭順風車去到市區，架車去到半途，仲特別停車俾佢欣賞萊茵河嘅風光。由於當時係10月尾，吹過萊茵河嘅風相當之寒冷，遠道而嚟嘅呢位留學生突然覺得好凍啊！呢個時候佢先發覺呢種感覺就係3月嘅時候佢已經喺屋企體驗過啦。圓夢小語，我感受到美夢成真的景象。如果你聽完呢條法則有任何心想事成嘅事件發生，記得返嚟留言俾我，仲有 like 同 share 俾大家。